由日本时代老戏院所改建的荣馆，除了提供美食休闲空间，开幕以后陆续提供展览，成为台南重要的艺文据点。9月1号开始，就邀请艺术家郑凯翔以钢笔甲水彩来手绘伊眼中的家厝甲小家。满月来到台南展览，伫19百个作品当中，有高达13百，拢是咱在地记录，相当真实，大近生活。对我自己来讲呢，我认识城市的方式其实就是用绘画。我常常都是因为画那个地方，然后开始对那个地方有兴趣，然后或者是开始观察到一些小细节，然后就对那个地方很像越来越认识。其实包含我自己是屏东人，然后我以前也是因为开始画了屏东，然后才开始对屏东有更多的认识。所以大家就会发现到说我画的街屋啊，其实就是很平常，周遭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很平常的房子，甚至有些房子是我们平常会觉得很像有点诟病的，觉得这招牌怎么有点乱啊，铁皮不好看啊。所以我画这些房子，倒也不是说让大家就是一起群起效尤，大家就一起破破烂烂，我觉得倒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而是为什么这样的有点破烂的房子，它反而是大家会有共鸣，甚至是国外的例如说日本杂志，他们来拍台南的时候，反而是拿国华街那种就是那种宰相来当做他们封面。其实我觉得这背后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这些房子会让人家这么喜欢，其实就是因为它上面有所谓堆叠的生活感。那因为那生活感，然后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情感的投射在上面。现代人生活步调快速，罕得慢慢啊感受生活周边的水，所以艺术家透过画作来传达，用画图代替翕相打卡的观察，毛荣馆相当认同，希望后民众亲自了解台湾，品味城市。事实上，荣馆它是整个西市场这个复原的一个整个园区的一部分啊，就是回到1930年代。来，从1930年代这里开始，就是一个台南市集、商业跟人文荟萃的一个集中的一个街区。那我们希望说，荣馆作为一个台南国华街跟中正路口一个最显著的一个地标位置，那能够将这里特有的这个娱乐还有美食这样的一个特性呢，能够再将它复原起来。所以未来我们荣馆还是会持续在办美食的这个活动，还有相关的艺术人文的这些展览。该展览对9月1号开始，将一直展到年底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民众欢迎热热，也有机会延长到明年228，欢迎做回来感受城市的美好。台南新闻，郭文吉、林英庚采访报道。